从现在开始，我李易欢跟你断绝结拜关系，以后我们再也不是兄弟了。好了，53刻已到，行刑！刀下留人！微臣参见皇上，快免礼。谢皇上。怎么样，有易欢的消息了吗？易欢的脚受了伤，我派人带着皇上画的画像，在山西进京的必经之路上打听，所有的饭铺、酒楼、旅店、客栈都打听了，终于打听到，易欢一个人女扮男装，拄着拐杖，在往京城的方向赶路。最后一个见过易欢的人是京城西郊一家面铺的老板，他说他亲眼看到易欢上了一辆牛车，随着牛车往西城门的方向去了。那这么说的话，易欢应该是平安回京啊，可他为什么不回宫呢？我也不知道。按理说，这么远的路都平安回来了，这已经到京城了，应该不会出现什么意外。阵营一连3个晚上在御花园放了孔明灯，易欢要是看见的话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这只能说明易欢出事了。会不会是反清联盟的人把他给绑了？不可能。怎么不可能？这反党在朝中一定会有奸细。若是知道了易欢和朕的关系，那难保不会打易欢的主意啊！皇上，臣听说那些反党虽然处处跟朝廷作对，妄图恢复朱明王朝，但是却从来不敢绑架妇孺幼童的勾当。那要不是反党的话，那又会是谁呢？这吴三桂和刘德昭的爪子再长，也不会伸到天子脚底下来啊！再说了，易欢就算脚上有伤，那他也是有一些功夫的，寻常的地痞流氓根本就拿他没办法。到底落在了谁的手里？微臣也觉得此事有点蹊跷，眼下只能多安排人在四处打探了。一定不能大张旗鼓，必须暗中查访，要不然的话，易欢就更危险了。微臣明白。丫头，你一只鸭子都快吃完了，人呢？您别急啊，这不还有一个鸭头没吃完吗？您放心吧，在鸭头吃完之前，他肯定会来的。可是这只鸭子你吃了2个时辰都没吃完，这分明是在拖延时间。冤枉啊！我只是刚才吃的太饱太撑了嘛。大人，您放心吧，我这个同伙啊，他没准现在因为宫里有什么事绊住了呢，现在正想机会溜出来呢，对不对？反正您放心吧，他肯定会来，已经等了2个时辰了，那也不怕再等会儿吧，是吧？好，本官就最后再信你一次，要是到了天黑，龙三还不到，本官可就没有耐心了。会来的，会来的，一定会来的。龙小弟、朱哥哥，我已经黔驴技穷了，你们要是再不出现，我可就真完了。臭丫头，这天已经黑了，龙三还没有来，这下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这不刚吃完一个鸭头吗？我估计还有1炷香的时间，龙三肯定就到了。够了，臭丫头，你好大的胆子，连本官也敢戏弄？没有啊，我怎么敢戏弄您呢？我真的有个同伙叫龙三，潜伏在宫中。大人，大人，那个车夫终于招了。根据他的招供，卑职把另几个潜伏在京城的乱党一网打尽。但那个车夫说，
这个乘坐他牛车的小丫头，只是顺路搭车，不是他的同党。哦，当真？北直问过另外几个乱党，他们都说这个小丫头不是他们的人。你看，你看，原来你果然在戏弄本官。大人，明明一开始我就说我不是乱党嘛，您说的呀，要打要杀的，所以我才胡乱招供的。可你一开始也没说实话，而且还敢冒充皇上身边的女官。那不是被吓糊涂了吗？我只好胡乱编瞎话了呗。现在好了，既然事情已经查清楚了，那是不是可以放小女子走啦？多谢大人。站住！如果你没有戏弄本官，本官或许还可以放了你。可现在嘛，就算你不是乱党，多半也是江湖骗子。来人，给我带走！明日连同那批乱党一起问斩。冤枉了！哎，皇上，您不必担心，世淑姑娘吉人自有天相，一定不会有事的。可是朕的眼皮跳个不停，心里也有些发慌。朕总觉得一环好像遇到了什么危险。皇上，您这是关心则乱了。皇上，微臣参见皇上。起来吧。怎么样？有消息了吗？京城中有好多人都拾到了孔明灯，上面写着龙三出会地点。臣马上带着一环的画像去第一酒楼打探，终于打听到了陈妹的消息。原来他被顺天府尹甘国泰误当反党给抓了，现在已经押往刑场要问斩了。其实我说的那个同党根本不是我的同党，他是我的结拜兄弟龙三。我们俩结拜的时候说好了，虽然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。可我这都要死了，他连最后一程都不来送我。龙三，我为你受了那么多的苦，我救了你那么多次命，你一次回报都没有。结果我这回京了，还糊里糊涂的把命给弄丢了。而你呢，就知道躲在宫殿里吃香的喝辣的，都不来找我，不来看我。龙三，我诅咒你，以后喝水塞牙，走路摔跤，除非你还清你欠我的所有利息为止。从现在开始，我李一欢跟你断绝结拜关系，以后我们再也不是兄弟了。好了，5时3刻已到，行刑！刀下留人！谁在喊刀下留人？龙小弟，
老大，真的是你吗？我没在做梦吧？我早就来了。你早就来了。大人，我说的童党就是他。真有童党？没错，这个童党就在你面前，快抓住他！来啊，把这几个闹法场的给我绑了！大胆！我看你们谁敢动手！甘国泰，你这条疯狗，你老养昏花了啊！连我索额图都不认识了。索大人。索大人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怎么来了？睁开你的狗眼，好好看看，还有谁来了？大人，您这招引蛇出洞，没把蛇引出来，没想到倒引来个真龙天子。跪下！皇上！各位臣民，各位百姓，朕接到密奏说，顺天府尹甘国泰贪赃枉法，为求加官进爵，竟大肆抓捕良民，冒充反党，滥杀无辜。朕现在就下旨，对所有在押的乱党全部重新审理，无罪者当场释放，对过往同类案件也全部重新审查，如系冤案，全部平反，并由朝廷进行抚恤。皇上圣明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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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虽然救下欢梅，还有其他几个联盟的兄弟，却又让康熙收获了民心。顺天府尹甘国泰贪赃枉法，草菅人命，证据俱在。来人啊，摘取他的顶戴花翎，移交刑部审理。这皇上饶命啊！微臣知道错了，皇上饶命啊！走，微臣知道错了，皇上饶命啊！欢梅，哥，让朕来。花儿，朕终于找到你了，你终于又活色生香的出现在朕的面前。皇上，你刚才那么任性张扬的把奴婢抱进来，这要让太皇太后看到了，又该说奴婢魅惑皇上，坏了宫里的规矩了。朕顾不了那么多了，你放心，有朕在，谁都伤害不了你。我问你，你那么早到刑场了，为什么那么迟才露面啊？朕既然去了刑场，那当然不能只救你一个人了。朕还要体察一下民情，去看看这个顺天府尹甘国泰到底做了一些什么。但是朕在暗中布置了众多的大内高手，会保护好你和死囚的性命。对了，你居然在刑场上公然诅咒人，还说要跟朕断绝结拜关系。那还不是你啊！谁让你不敢来救我的？我连着放了3晚的孔明灯，你都没看见吗？朕也连着放了3晚的孔明灯啊，差点就这么错过了。其实我嘴上骂你，说要跟你断绝关系，那也是为了你好啊。因为我怕我真死了，你就会应了那句同生共死的誓言了。朕知道，你一向是刀子嘴豆腐心的，就是这个甘国泰太可恶了。你好不容易从刘德昭的手上逃脱，又被这些贪官污吏给抓起来。你放心，朕一定会一个一个的办了他，替你出了这口气。
你不过要替我一个人出气，我只希望你可以记得在微服私访的时候你对我的承诺，整顿吏治，让全天下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。你放心吧，朕不会忘记的。但是朕现在不想谈国事，你等着。花儿，你看看，这是我。朕的画工怎么样？也就比我高那么一点点吧。朕还以为从此以后只能在画上见到你了。我也以为我永远都见不到你了，龙小弟。你干什么呀？我只是你的笔墨诗书，我又不是你的嫔妃。你别口是心非了。你知不知道这些日子朕有多想你啊？朕就不相信你的心里一点都不想朕。我，放开我！怎么了？咱们俩又不是没亲过。在山西你重伤的那段时间，都是朕帮你清理伤口的，而且还口对口的为你渡药。别再说了。微臣参见皇上。进来吧。皇上，一欢脚受了伤，还是容臣先为他治伤吧。行，你先给他看看脚伤吧。怎么样？这伤要紧吗？伤得很严重，必须剜掉坏死的腐肉，才能治伤。啊，那不疼死了！早知道受这份罪，我还不如让那顺天府尹把我宰了算了。你胡说什么呢？你当时在山西救朕的时候，那股不惧生死、不畏一切的英雄气概去哪儿了？我根本不想当什么英雄，我只是不忍心看你死而已。行了，我这没什么事儿了，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朱哥哥，朱哥哥，我们节后重逢，你为何看上去那么不开心啊？小平内服，大平外敷。我是欠了你钱了，还是偷了你的米了？这脸臭的跟死鱼烂虾似的。世淑姑娘好生歇着吧，下官告退了。哎呀，怎么了？脚疼。活该，谁让你逞能？真的特别疼。你是脚疼，我是心疼。真正心疼你那个人，是我。朱哥哥，你看，你没事说这些话干嘛呀？哎，说好了，刚才我一个劲儿的跟你说话，是你不理我的。你知不知道这段时间我有多着急，像疯了一样到处找你？可你呢，居然愿意为了康熙这个狗皇帝，舍弃自己的性命。你知道我心里多难过吗？因为他是我的龙小弟，我们是结拜兄弟，他有难我肯定要去帮的。如果他换作是你，我也一定会不惜性命去救你的。原来，在你心里，他已经跟我一样重要了。你自然是要比他重要一些的。如果有一天我们兵戎相见，你会帮谁？我自然还是会帮你的，朱哥哥。也不知道你现在说的话还有多少是真的。但就算你说的是假的，只要你还愿意撒谎哄我开心，
我也把它当成是真的。欢美，你记住了，不许再为康熙以身涉险了，因为他如果没有你，他还可以继续做他的大清皇帝，还有他的3宫6院72妃。而如果我没有你，我真的是生不如死了。朱哥哥，你没有了我，你还有光复大明的大业啊！光复大明是我此生最大的责任，可你却是我的命。如果没有你，那我做什么都没有意义了。皇上竟然为李易欢去大闹法场，这成何体统？太皇太后，其实这也怨不得皇上。那顺天府尹啊，错抓了一批无辜百姓，冒充是对抗朝廷的乱党去邀功。皇上在法场亲自处置了这个顺天府尹，主要是为了安抚民心，倒也不全是为了世淑姑娘。这小丫头失踪了好几日，皇上呢竟然呢魂不守舍的。太皇太后，这皇上在微服私访的时候，世淑姑娘多少次出生入死的去救护皇上。皇上正值青春年少，难免会动了真情嘛。啊，是啊，他那是为皇上立过功，可是不管怎样，他把皇上迷成这样，也都是他的罪过呀。皇后驾到！臣妾恭迎皇后娘娘。皇后娘娘吉祥。丽妃，快快平身吧。谢皇后娘娘。妹妹这如今升了妃位，是越发风华出众了。妹妹何德何能，忝居妃位，全靠皇恩浩荡。本宫此次操办的典仪，妹妹可还满意？当然满意，只是让皇后娘娘太过操劳，妹妹心里实在是不安。妹妹不必客气，打从妹妹这一进宫，本宫就觉着妹妹啊是个拔尖儿的。必定能得到皇上的恩宠，这不，才几个月的时间，妹妹就从贵人升到了嫔，如今又升到了妃位，真是可喜可贺呀！皇上不过是念在王父的情分上，体恤妹妹罢了。如今，妹妹已是无父无母的孤女了，以后还要仰仗皇后娘娘多多照应。本宫此次来呀，就是想跟妹妹说一些提己的私房话。你们都退下吧。是。妹妹放心，妹妹一看就是个面善的人，不比惠妃、娴妃那几个姐妹，一看就不是一个好相处的。以后在这后宫之中，我就只对你另眼相看，妹妹也不必拘束，尽管把本宫当作自己的亲姐姐，你我姐妹互相扶持，相亲相爱，岂不甚好？能得皇后娘娘垂怜，是妹妹的福分。多谢皇后娘娘。妹妹，快起来吧。啊，姐姐。听说妹妹
和这个世书姑娘李易欢走得很是亲近。说不上亲近，只是皇上吩咐了，说世书姑娘生性好动，怕闷，命妹妹时常去永乐斋多走动。皇上曾吩咐过本宫和所有的嫔妃，无事都不要去永乐斋。这意思是不希望我等和这个李易欢有所交集，却唯独让妹妹多去永乐斋走动走动。看来皇上心里对妹妹，也是对别人有所不同的。姐姐千万别误会，只是皇上看妹妹性子软糯，不易与人起争端，所以才吩咐的。如今妹妹已是无父无母，无依无靠，皇上的吩咐，妹妹不敢不听啊。感情在皇上的心里，妹妹还不及李易欢尊贵。妹妹是堂堂丽妃，倒成了陪她一个笔墨诗书解闷儿的，可不是吗？啊，妹妹，不瞒你说，本宫看到皇上为了李易欢如此着迷，本宫真是忧心如焚呢。姐姐，您贵为皇后，乃是后宫之主，那李易欢再受宠，也不会威胁到您的。如果只是威胁到我这个皇后，倒也是好了。就怕他威胁到的是皇上，是我大清的江山。啊！姐姐何出此言？你此次跟皇上在山西被刘德昭和一帮神秘杀手追杀，显然是身边出现了奸细，故意泄露了你们的行踪。这思来想去，唯有李氏兄妹最为可疑了。可是皇上跟妹妹说，那些刺客都是平西王的手下呀。可能这李氏兄妹就是平西王派来的奸细。李易欢此次舍命救皇上，有可能就是一出苦肉计吧。妹妹，你说本宫能不忧心吗？不瞒姐姐，此次我随皇上出巡，我看着李氏兄妹，倒没有什么可疑之处啊。这知人知面不知心呢。妹妹，哎，眼看这后宫之中，你是唯一一个能够进出永乐斋的嫔妃了，不知妹妹可否愿意为了姐姐多多注意这李易欢的动静呢？姐姐放心，一旦我有什么发现，立刻向姐姐禀报。最近，皇后一门心思要笼络我，想要我帮她在易欢那里打探消息，我已经假意应承了她。大师兄，以后我们的行动一定要更加小心。我也一直怀疑，我们身边有吴三桂的奸细。我原本以为，这个奸细应该隐藏在索额图挑选的那30个侍卫当中，但现在这30个侍卫除了纳赛都死了，而纳赛又是索额图的亲侄子，可以排除，所以现在又不知道那个奸细是谁了。会不会是那些侍卫当中有人诈死呢？这是唯一的可能。那个奸细发现我们已经察觉到他的存在，正在进行内部排查，所以就诈死脱身了。只是当时形势危急，我们根本就来不及检查那些尸体，没想到让他钻了空子，给跑走了。真没想到，皇后和索额图居然怀疑你和易欢是吴三桂的奸细。好在康熙现在对你们深信不疑，根本不会相信。眼下局势如此复杂，先是不明身份的神秘人从永乐斋盗走了铜匣，接着明珠谷又出现了鳌拜的奸细，现在吴三桂埋伏在宫中的奸细又露出了马脚，到处都是看不见的危机。以后我们行事要更加小心。大师兄，你也别忧心，不管形势如何危急，我都会和你们一起共同面对。谢谢你，倾城。走吧。
山西本富庶之地，然朕亲见民生疾苦，而地方官各自为政，巧立名目收受税银。朝廷所发赈灾银两、粮食，被各州县官员层层盘剥，真入灾民手中，实不足衣。灾民食不果腹，流离失所，而众官员香车豪宅，生活之铺张奢靡，犹在朕之上。朕着令，吏部彻查山西贪污之风，以正乾坤。钦此。好了，龙小弟，写完了。你来看看怎么样？老大，看来你在我这个小弟的调教之下，这个字儿啊大有长进。只是没想到你身为女子，居然写的字儿能有几分朕的风范。主要啊，还是你的这封诏书内容写得好，这听得我呀是痛快淋漓的。以前小的时候，在我们老家，每一次闹饥荒，饿死很多人，当时看着吧，就觉得特别惨。那个时候，你一定在心里把朕骂了几百遍吧？那当然了，这老百姓饿肚子，肯定都是你这个皇上的官儿没当好啊。皇上呀，可不是个官儿。皇上怎么不是官了？虽说这贪污赈灾银两的是山西的地方官，可是呢，你这个皇上可是最大的官儿，这都是因为你的失职导致的。这番话要是在朝堂之上任何一个人说了，朕都不会轻饶的。可现在不是在朝堂啊，而且我也不是别人啊。那你说，你是朕的什么人？老大，这次出巡呢，真的是感慨万千啊！不仅体察了民情，还学到了很多朕在御书房里和朝堂上永远学不到的东西，尤其是还跟你一起经历了那么多惊心动魄的事情，那将是朕这辈子都无法忘却的美好回忆。你看看这个，还记得那日你说过，这个“龙”字就是一个龙加一个耳字组成的，意思就是皇帝的耳朵是个摆设，听不到百姓的疾苦和心声。朕听了那番话以后，心里很是震撼，所以回了宫以后，就立马在这个扇面上提了这个字儿，以随时警醒自己，不能做一个耳朵是摆设的龙皇帝。你明知道我就是随便一说，你干嘛这么听我的呀？花儿，等朕办完了山西贪污之事，朕就好好的办你我之间的事情。你我之间有什么事儿？难道你真的想一辈子只做个笔墨侍书，然后等到你那未婚夫回来，出去跟他成亲啊？你虽然是寻常女子，朕不能立你为后，但是在这后宫佳丽3000之中，无人能及你在朕心中的地位，所以朕要给你抬个7级，纳你入后宫。不行，这事儿我不同意。朕记得你之前说过，皇帝是这个世上最不值得女人爱的男人。可是，在山西的那间草房中，你不是已经改变了对朕的看法吗？我之前说过，你是天底下最不该爱的人。可是现在我收回这句话，你真的很好。在那间草房中，咱们同居了数日，朕看过你的身子，也把很多第一次都给了你。难道你真的可以做到心里放着朕，还出去跟你那个杳无音讯的未婚夫成亲吗？大不了我谁都不嫁，我不嫁给他，我也不嫁给你。为什么？
龙小弟，你是个好皇上，但是我想要的是个夫君，一个只属于我自己的夫君，而不是让这后宫女人又爱又怕的皇上。可是朕没有让你怕朕啊，难道你单独跟朕在一起的时候会感到害怕吗？龙小弟，你能只做我一个人的夫君吗？你不能。我不想跟东宫娘娘、跟西宫娘娘共享一个丈夫，你懂吗？一个妻子想见自己丈夫的时候却见不到，每天打扮好，期待丈夫发慈悲似的出现，对着蜡烛垂泪，这种生活不是我想要的。反正你已经后宫佳丽3000了，少我一个又如何呢？你明知道朕是一个君王，朕不可能只有你一个女人。罢了，纵然朕贵为天子，也不可能做到事事如意。朕只有珍惜有你陪伴的每一刻了。李太医，公公有什么吩咐吗？我看你脸色有些不对，怎么？是不是看到皇上宠爱奕欢，你心里不好受啊？这不正是你们想要的吗？你们不就是想骗取皇上的信任跟恩宠吗？这不是我想要的。奕欢年少单纯，对感情的事情非常懵懂。我担心的。你把奕欢拉进宫里来，目的就是想骗取皇上的信任跟恩宠。可是没想到，皇上对奕欢动了真心，所以你的心里不是滋味。是我大意了，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个样子。唉，看到你们把事情搞成现在这个局面，我也很是不安呐，但我又无可奈何。我知道你跟你爹一直想要光复大明，我劝不了你，可是你们这样做真的很危险，就连我这条老命，恐怕到最后都得给搭上。我劝你，赶紧把奕欢从紫禁城给撤走吧，我年纪大了，受不了惊吓啦。什么？你和奕欢要撤出宫去？康熙跟奕欢的情形，你一直看在眼里。我不能把奕欢留在宫里了。我明白你心里的痛苦，那你们就先撤走吧。这寻找铜匣和查出明珠谷内奸的任务，就交给我吧。眼下宫里的局势如此复杂，把你一个人留在宫里，太危险了。有你这份担心就足够了。你放心吧，我会保护好自己的。对不起，倾城，我是不是太自私了？大师兄，你别这么说。如果任由小师妹留在宫里和康熙继续发展的话，对你来说就是一种折磨。对奕欢和我们著名联盟来说，也未必是一件好事。趁他现在对康熙的心思才刚刚开始，赶紧把他撤走吧。
谢谢你，倾城。只有你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都会为我着想。但是，我却无以为报。大师兄，你的平安和幸福，就是对我最大的回报。我不走，我还想继续留在宫里。为什么？难道你对康熙动了真心，舍不得离开他了？我哪有啊！昨天在御书房，康熙情不自禁地抱了你，你没有拒绝。我，华梅，以前你对男女之事或许很懵懂，但是你难道没有发现吗？你最近对康熙的感情悄悄发生了变化。朱哥哥，我也不知道，我的心……我不能再把你留在紫禁城了，你马上跟我走。可是铜匣子还没有找到呢，而且潜伏在明珠谷鳌拜的那间也没找到呢。倾城说了，找铜匣跟查内奸的任务，他会去做。那留雪姐姐一个人在这宫里，多危险啊！说来说去，你还是舍不得康熙，是不是？这里就像一个大金笼子，我不可能在这待一辈子的，早晚都会撤的。但是走之前能不能再给我一段时间啊？龙小弟说了，那个刘德昭已经奉旨进京了，难道你不想看一看他就地伏法、大快人心的下场吗？再说了，咱们做这个决定是不是得跟我爹汇报一下呀？问问他的意见。没准在这段时间里，铜匣子也找到了，内奸也找到了，到时候咱们可以跟雪姐姐一起撤了。现在留雪姐姐一个人在这儿，多不到一样，对吧？虽然我知道这些理由不过是你找的借口，但我还是不忍心拒绝你。环梅，那你答应我，等刘德昭伏法以后，马上跟我走。我就知道朱哥哥对我最好了。你呀，就知道欺负我心软，不许再跟康熙那么近了。他要是再对你动手动脚，你得巧妙地回绝他，不能让他再占你的便宜。我知道了。索大人，且慢行。怎么了？下官见过索大人。哎呀，你这是干嘛呢？你别这样。不，索大人，下官没有别的意思，下官只是想请索大人给下官透露些口风。下官此次进京到底是凶还是吉呀？哼，哎呀，你呀，你呀，索大人教训得对。你呀，不用太过担心了咱们都是朝廷命官，这有人弹劾咱们，这应该都是家常便饭，是不是啊？下官明白索大人的意思。索大人的意思就是说，现在皇上并未全信那个钦差龙三对下官的弹劾。你呢，且安心的去觐见，你此行一定是有惊无险。多谢索大人指点。行，走着。请。皇上，山西巡抚刘德昭觐见。宣刘德昭。这，刘德昭，皇上宣你觐见，请吧。刘德昭，还不赶快跪下拜见皇上？山西巡抚刘德昭叩见皇上。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刘大人，
皇上，这些都是龙三弹劾臣的罪状，都是他无中生有所罗织的罪名，无中生有啊！刘德昭，钦差大人与你无冤无仇，为何要无中生有罗织罪名来诬告你？回皇上的话，这龙三向臣索贿不成，所以怀恨在心。他暗中勾结牛角寨上的悍匪，盗抢我府库的官银，还有这龙三，他私刻玉玺，伪造密旨，干涉我山西地方政务。皇上，这一桩桩一件件，臣据查实。皇上，请皇上明察。刘德昭，臣在。你文才不错嘛，言语之间的逻辑倒也紧密，难怪你能一路升迁，官拜2品。谢皇上盛赞，臣实在是愧不敢当啊。还有皇上，这是龙三私刻玉玺、伪造密旨、盗抢官银的证据，请皇上明鉴。没错，这个玉玺和密旨都是假的。皇上，除了这些物证以外，臣还有人证。此人证乃是山西总兵书监大人府上的管家，他可以作证。这龙三在借住舒府期间，曾经率领手下乔装改扮，勾结山匪盗抢官府库银。如果皇上想亲自预审此案的话，可召此人进宫质询，此案可立百于天下。不必了，这儿有3个人证，个个都比你那个舒服的管家重要。他们每一个都能证明这龙三假传圣旨，伪造玉玺，乔装改扮盗抢官银，甚至还谋害朝廷命官，杀了你手下一员姓杨的参将。吾皇圣明啊！皇上实在是圣明啊，但不知现在那3人现下何处啊？刘大人，别来无恙啊！皇上，此女子乃是龙三的贴身丫鬟呀。刘德昭，我也是证人之一，你可还记得我？皇上，这个人也是龙三的心腹啊，抢到官银也有他的份啊！皇上，不管他们说什么，你可不要听他们的谗言呀！皇上，何止他们俩有份儿？刘德昭，臣在。你为何不抬起头来看看朕？臣第一次拜见天颜，内心诚惶诚恐，臣不敢直视天威，所以朕让你抬起头来，仔细的看看朕。皇上，臣我死！真的，特别好笑，太好笑了。是说不啊？后来呢？后来那个刘德昭又怎么样了？后来那个刘德昭啊，吓得都不敢说话了，这身子就跟弹琵琶似的，一直都还真是有趣。
真可惜，我没能当场看看他的丑态。哎呀，你还好没到现场去看他那个丑态，你都不知道当时啊一股恶臭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吓得那厮尿裤子了。哎呦，臭的我呀！龙小弟赶紧叫人把他给拖走了。真是没想到，那个刘德昭当初在山西作威作福不可一世，原来这么脓包啊！可不嘛，你都不知道，被拖出去的时候，那厮吓得都不敢说话了，那眼睛是往上翻的，然后吐着白沫，就这样，基本就这样子。这永乐斋这么热闹啊！皇上吉祥，皇上吉祥。臣参见皇上。哎，不必多礼。这个永乐斋啊，是紫禁城里边最自由、最轻松，也是最开心的地方，大家随意就好了。一欢的一欢，你可真是朕的开心果啊！朕每次一见到你，一见到你的笑容，听到你的笑声，就觉得浑身神清气爽，心里充满了阳光。龙小弟，你可是堂堂的皇上，你怎么能许别人听壁角呢？朕还用得着听壁角啊？你这个声音啊，隔着院墙都能听得见。这么看来，你这脚是不疼了？脚是不疼了呀，不过走起路来还是会一瘸一拐的，特别不好看。哇，你也注意起走路的姿态了。你以前走路的时候，那可是风风火火、连蹦带跳，没一个样子的。哪有？皇上，再过几日，便是陈王母的忌日了。臣想带着臣妹去京郊永福寺为王母祈福上香，还望皇上恩准。康熙已将刘德昭和顺天府尹甘国泰的案子交由刑部审理，此二人一定会被处以极刑，也算是大快人心了。欢妹，你现在可以跟我一块撤走了吧？我爹过2天回京城，要不然等我爹来了以后，咱们商量一下再决定。义父说过，明珠谷以外的一切行动交给我来决定。可是，怎么，你又变卦了？不是，我只是觉得，如果我们要撤出紫禁城，如果撤不好的话，康熙肯定会怀疑的，到时候侦查起来，雪姐姐怎么办啊？这个你不用担心，我已经安排好了。樊师妹和叶师弟已经随吴应琪的车队进京了，到时候我们借王母的忌日要到了，一起去京郊的永福寺为她上香祈福。然后我会安排一帮人，扮作是石青红的手下，将我们劫走。如此一来，我们既可以顺理成章的消失，还可以嫁祸给吴三桂，挑起他跟康熙的矛盾。哦，好吧。好，朕准了。到时候啊，朕让礼部的人准备一下，在永福寺给令堂做一场追典。多谢皇上，臣母能享此哀荣，是臣兄妹天大的荣光。你先别急着谢朕，朕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差事要交给你去办，不知你是否愿意？臣愿听凭皇上差遣。这个刘德昭和顺天府尹甘国泰的案子虽已交由刑部审理了，但是朕明白，这朝中的大小官员中，不知还有多少刘德昭和甘国泰。朕想让你和索额图做钦差，组织一帮有能力的官吏，暗中清查其他官员，看是否还有人故意制造冤假错案，冒领功勋，以此作为整顿吏治的开端。皇上，这恐怕……怎么，你不肯？你要是有什么顾虑，就尽管说出来，朕替你解决。微臣不敢，只是臣乃小小的太医，恐难当此大任。这个整顿吏治啊，必定会得罪一大批官员，尤其是那些享有特权的八旗权贵，这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差事。索额图虽然能力强，但他毕竟是满臣，肯定会因为种种情面不便下手，所以朕想破格任命你为钦差，把那些贪赃枉法、鱼肉百姓的国家路度全部给揪出来，明正典刑。太好了，朱哥哥，这可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啊！李爱卿，朕思前想后，这满朝文武，只有你最能堪此重任。第一，你没有盘根错节的裙带关系，背景干净；第二，
你文武双全，办事能力强，而且还不怕有人买凶暗杀你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你不贪图荣华富贵，心中藏着天下百姓，肯为他们牺牲。剑清，你可愿意？哎，猪哥哥，你就答应龙小弟吧。这件事不光为了龙小弟一个人，还有全天下的老百姓呢。你想，咱们已经见识到了刘德昭和甘国泰的恶行了，可是天下还有多少甘国泰和刘德昭呢？还有多少老百姓正在承受他们的欺凌？你忍心不管吗？微臣遵旨。太好了，我就知道猪哥哥不会让我失望的。大师兄，如此一来，你和小师妹要撤出紫禁城的计划，怕是要推迟了。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举。我不想让易欢失望，更不想错过这个为天下老百姓除害的机会。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帮康熙整顿吏治，肯定会面临极大的风险。就算你最后千辛万苦做成了，也是替康熙做嫁衣。到头来，老百姓感激的只会是康熙，不会是你。我想好了，我会借此机会，在清廷当中掀起一番大的波澜，挑起朝中各大权贵对康熙的不满。如此一来，老百姓既得了利，又能激起康熙跟群臣的内斗，引发他们的内乱。还是大师兄思虑周详。说实话，我心里也很纠结。如果我跟易欢撤走，只留下你一个人在这宫里，完成寻找铜匣跟查找内奸的任务，实在是太危险了。我们也太自私了。大师兄，我知道你心里装着我们每一个人，你希望把每一件事都做到完美，对得起我们所有人。可是这样的话，你会很累的。就像这一次你决定留下来，那小师妹和康熙又会继续朝夕相处，这对你来说实在是一种折磨。若易欢能像你这样了解我，在乎我的感受，那就好了。皇祖母，皇上对这李氏兄妹是越来越好了，居然让礼部尚书以朝廷的名义在永福寺在他们的王母祭臣进行追祭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哎呀，山雨欲来风满楼啊！皇上这是有所动作了。难道皇上是要将这李易欢纳入后宫了？那倒不是。皇上如此笼络李建清，是想李建清和索额图一同协助他整顿吏治。皇上这次微服私访之后，心境大变，言行激进的，哀家是担心他掌握不了分寸，动摇了朝纲啊。吴公子一路辛苦了。永历帝的遗物已经顺利押运到京，我们兄妹二人也该告辞了。待明天面圣交旨之后，我也要返回云南滇都了。反正二位也是四海为家，不知可否随我一起到云南滇都一游呢？多谢吴公子盛情相邀。这样吧，容我们兄妹二人多考虑几日，再做答复。也好，那我等你们的消息。吴公子，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等一下，倩影姑娘，这驿站附近有一个镜湖，今晚可否在那儿一见？我有一件礼物要给你，也算是留个纪念。
多谢叶兄。走吧。二公子，你果真要带着二人去云南？怎么？有何不妥吗？这叶氏兄妹可是来路不明的江湖人士。父王不是跟我说过了吗？要多多结交这些江湖能人。可是卑职觉得这兄妹二人另有图谋。这一路走来，若他们真有什么图谋，那早就暴露无遗了。行了，你不用说了，我自有分寸。启禀皇上，微臣已将永历帝的遗物顺利押送进京，现来面圣交旨。凭什么？谢皇上。二公子，山西一别，别来无恙啊！微臣眼拙，在山西居然没有识出龙颜，微臣罪该万死。二公子不必多礼，起来吧。是。朕在山西的时候，是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微服私访，你认不出朕，又何罪之有啊？微臣无能，一路上遭遇了2次劫案，不仅臣父准备的贡品被劫匪劫走，还连累山西总兵舒大人以身殉职，微臣罪该万死。这山西劫案一事，朕已查明，是鳌拜的余党刘德昭所为，与你毫无关系。你一路护送永历帝的遗物进京，甚是辛苦。你和平西王对大清那是忠心耿耿，朕得好好的赏你。谢皇上恩典。起来说话吧。是。朕还有一事要交办于你。但凭皇上吩咐，微臣定当竭尽全力。这单子上面的药材都是云南独有，有劳你回了云南之后尽快制办，用快马送至京城。回皇上。这单子上的药材确实是云南独有，不过有一些是现成的，有一些却需要花点时间去制版。那就尽快抓紧时间制版吧。是。你进京之后，可曾见过你大哥？回皇上，臣乃外臣，未得圣旨，不敢擅见额驸。二公子办事谨细，很好。不过也不必这么拘泥于小节。太皇太后听闻你进宫了，甚是欢喜，特意召了建宁公主和额驸进宫。你这就随朕去觐见太皇太后，顺便见一见你大哥，也可以叙叙人伦之情。谢皇上恩典。二公子啊，果然长得是一表人才呀，请起吧。谢太皇太后。额驸啊，在。依哀家看，你这弟弟可是比你俊雅几分呢。啊，太皇太后有所不知，臣弟不仅长得比臣俊，才华也在臣之上。以前在王府里，臣父总是批评臣什么都不如弟弟。俗话说啊，皇帝爱长子，百姓爱幺儿。这做父母的偏疼小的也是有的。在哀家看来，你们兄弟俩各有千秋啊，都不错，真是虎父无犬子啊！谢太皇太后美誉。不知二公子可有婚配？启禀太皇太后，臣父已给微臣在滇都定下了一门亲事。哦啊，哀家还想将一个格格许配给你，不想你已经定亲了。哎，这样也好，免得你父王埋怨哀家，
将2个儿子都招了女婿留到京城，让他在身边都没有一个继续孝敬的人了。多谢太皇太后垂爱，是微臣无福。微臣一家都特别感恩朝廷的关怀。请坐吧。谢太皇太后。哀家虽然老了，但是并不糊涂。哀家知道平西王对大清是忠心耿耿啊，所以你一到京，哀家就想召你来见见。太皇太后和朕呢，还特意为平西王准备了一份厚礼。来人，将礼物拿上来。罗父，二公子，你们2位可以先将礼物打开看看。臣遵旨。太皇太后和皇上明鉴，这些奏折都是对微臣父王的构陷。太皇太后和朕之所以要把这些折子送给平西王，就是为了告诉他，这朝野之上啊，有许多大臣都弹劾他心怀不轨，有谋反之心。但是朕和太皇太后的心里啊，都是绝对的相信他的。多谢太皇太后和皇上的信任，微臣定当誓死效忠大清。好了，都是自家人，何必这么生分？起来吧。建宁，还不赶紧把额驸扶起来？来，起来吧，二公子。你回到云南后，代哀家问候你父王好。另外，哀家给你母亲侧王妃准备了一点心意，顺便带回去。微臣代母亲多谢太皇太后恩典。额驸、二公子，你们兄弟难得一见，大可不必在哀家这里立规矩了，还是到额驸府去续续亲吧。啊，建宁，你留下来陪哀家说说话。微臣告退。皇额娘，当初先帝要把你嫁给吴应熊，哀家本来是不同意，但是谁叫你是爱新觉罗氏的子孙呢？建宁明白，建宁定会好好侍奉夫君，替皇额娘分忧。怎么了？是不是脚伤又犯了，开始疼了？没有。那你怎么突然之间心事重重？心里想什么呢？我是刚才见了建宁公主，她本来是长公主，何等尊贵啊！可是，在13岁的时候，不得已嫁给了吴应熊。你看，她在太皇太后面前都变得小心翼翼、谨言慎行的，可见这些年来，她一定过得很辛苦、很煎熬。这有什么？身为皇家子弟，又有哪个人过得不辛苦呢？你想想朕，也是13虚岁就已经大婚了，这些年在宫里，哪一天不是谨言慎行的？直到遇见了你，朕的日子才变得有趣了一些。龙小弟，其实我有点害怕。害怕？怕什么？太皇太后，我看他老人家对你挺好的呀，知道你爱吃点心，还赏了你一盒桂花糕呢。太皇太后跟你不也重重赏了吴家二公子？但是，原来你说的是这个呀。这个吴三桂啊，是朝廷的心腹大患，朕和太皇太后也是逼不得已的。你又不牵扯政事，也不必别人家头疼，你就跟着犯晕呢。
龙小弟，我有一种感觉，平时没人的时候，你在我面前就是我的龙小弟。我觉得我离你特别近，我们很亲近，但是一旦有别人在，你就是皇上。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，我们两个之间的距离其实好远好远的。其实你说的这种感受，朕明白，但是朕没有办法。身为皇帝，就是不能和任何人太亲近，不能让别人把自己看得太清楚，否则的话，只会被臣子拿捏得死死的。你已经是这个世上离朕最近，把朕看得最清楚的人。那会不会有一天，太皇太后或者是你，因为这个砍了我的脑袋呢？你这个小脑瓜子，天天想什么呢？老咒自己被砍头。放心吧，朕是和你拜过把子的，说好了要同甘共苦，生死与共的。李公公啊，啊，皇上在吗？索大人啊，皇上跟史淑姑娘去了永乐斋，要过一阵子才回来。索大人，稍候一下。那我就在这儿候着吧。好。这甘国泰的案子结了，我得向皇上汇报一下案情啊。跑什么呢？啊，急急火火的。刑部有人带话，说这刘德昭死活不肯认罪，还说什么哭着喊着要见你。见我？对。糟了，难不成是他给我行贿了2万两银票，这会儿要举报我？不行，我得去封了他的口。你去告诉刘德昭，让他别着急，跟他说，等我见完皇上就去见他。是，义父。刘德昭，快起来！索大人到了。带去。刘德昭，你到底还有什么事想见本官啊？索大人，罪囚有要事相禀报。你到底还有什么事啊？啊？索大人，罪囚知道，我这次犯的可是杀头之罪啊！可是我仍然想戴罪立功，想换取我那继室夫人秋敏，还有她腹中胎儿的2条性命啊！索大人，你呀，你想的挺美的，你还没想明白呀？自己犯多大的罪你没数啊？啊！索大人，刘德昭，你犯的是诛9族大罪。现在新上任的山西巡抚已经将你的继室裘敏，还有他的弟弟裘贵、一干人等全部捉拿了，不日就会押解进京，跟你一起当街问斩。索大人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罪囚这次犯的那是逆天之罪呀！可是索大人，我所要举报的，那也是非同小可呀。是关于丽妃娘娘的一个秘密，对于皇后，还有索大人，乃至和盛林整个家族。你们都先出去，我要和他聊聊。这。刘德昭，你想好了？若你举报之事确有价值，那本官可以保证，把你夫人裘敏和她腹中的胎儿保下来。这大人呐，我会啊！说来我听听，什么重要的事？索大人，
我所要说的事儿，干系到皇家的体面，我想越少人知道越好吧。他没事，他是我亲外甥。索大人，对就说，我听说这舒建之女舒婉心回宫之后，用了没多久，就被皇上封为了丽妃，是吧？是啊，而且现在后宫十分得宠。可说的呢。索大人呐，你可不知道啊，现在正在受到皇上恩宠的，并不是真正的舒婉心，她是假冒的，假冒的。你说舒婉心是假冒的？这个丽妃娘娘是个假丽妃。什么？丽妃是被人冒名顶替的？嘘，皇后娘娘千万小声点，别让外面的宫人听见了。这消息可当真？这刘德昭所言可靠吗？这刘德昭意识到自己死罪难逃，一心只想给自己留个后，所以他没有必要在胡言乱语编出这么荒谬的事情来。而且根据丽妃这次出巡的种种表现，她几次三番拼着性命去保护皇上，其胆识不像是普通官宦人家的小姐所为。我看此事十有八九会是真的。而且再往深里去想，这假冒丽妃的人，说不定和李氏兄妹他们都是同一伙人。那这刘德昭手里可有证据？没有，就是因为他手里没有证据，所以他才不敢声张，只是拼着命的想要见我，想私下里和我做个交易。那依三叔所见，我们现在该如何应对？要不要去告诉皇上？万万不可！现在皇上对丽妃宠爱有加，而且此事又关系到皇家的脸面，我们一定要把真凭实据拿到手里，再一举扳倒李氏兄妹，还有这个假扮丽妃的人，不然大蛇不成，反要遭蛇咬啊！那三叔的意思是？现在唯一的铁证就是活着的舒婉心。我会悄悄地派人去趟山西，通知山西新巡抚，让他设法悄悄放掉裘贵和裘敏姐弟俩。我们让裘贵替我们找到真正的舒婉心。拿菜。安排一个可靠的人，把这封信交给裘贵，告诉他，只要他能找到真正的舒婉心，便可以戴罪立功。不仅他和他姐姐的命可以保住，就连刘德昭都可以罪减一等，保住性命。您放心，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。去吧。拿去抹药吧。这，李太医，李公公，叔父的意思是，纳赛和索额图又在想办法暗算我和易欢。索额图昨天在御书房门前候着，准备向皇上汇报顺天府尹干国太医案。突然刑部派人来找他，说是刘德昭坚持要见索额图，说有重要的事情要汇报。索额图去了天牢以后，他就跟纳赛在旁边咬耳朵，估计没什么好事，搞不好跟你们兄妹有关。我知道了，多谢叔父提醒。你小心点。大师兄，我怀疑刘德昭他把我假冒舒婉心之事通给索额图了。索额图
早就怀疑我跟易欢另有图谋。如今，他肯定怀疑我们3个是一伙的。他眼下不动声色，只是因为除了刘德昭所言，他别无证据。可此事事关皇室颜面，他一定会派纳赛去追寻舒婉欣的下落。如果真让他找到舒婉欣，那我们就麻烦了。你放心吧，我已经派人去给孟祥和送去了消息，让他和舒婉欣一定要小心隐藏行踪。有劳李太医。丽妃娘娘客气了。皇上，这些就是吴应奇从云南押送进京的永历帝遗物。台上跪着的那个男人，还有他旁边跪着的那个女人，你好好的看看他们，记住他们的样子，永远不要忘记。他们是谁啊？我为什么要记住他们的样子，永远都不忘？先别问为什么，听义父说，好好看看他们。这是你第一次看见他们，也是最后一次看见他们。老大，想什么呢？没有，我只是在想，永历作为前明最后一个皇帝，日子一定不好过。他在被平西王绞杀之时，又作何感想呢？还能作何感想？这亡国之君呢，不如丧家之犬。朕看了这些遗物，也很受震动。所以，朕一定要励精图治，造福百姓，绝不重蹈前明的覆辙。龙小弟，我相信你，你一定能做好的。不过，吴三桂他派人夺走了金钥匙，肯定没安好心，你自己得注意点了。相比于金钥匙的真正下落，朕更在意的是，如何以永历帝为镜，做一个真正的好皇帝。再说了，就算这金钥匙在吴三桂手上，朕也不惧，因为铜匣子在朕的手里，所以他就算凑齐了3把金钥匙，也是没用的。龙小弟，你还不知道你手里的铜匣子其实是假的，也不知道吴三桂抢回去的金钥匙也是假的。真的钥匙已经落在朱哥哥手里了，否则你恐怕会寝食难安的。这把金钥匙是假的。假的？不会吧，大师傅，你再认真看看。我是不会看错的。千羽，你上当了。那就有劳姑娘了。师姐，你会不会被吴应奇那小子给骗了？不可能，吴应奇不知道金钥匙的秘密，他也不知道我接近他是为了金钥匙，所以
他不可能放着一把假钥匙等着我去调包啊！你怎么能如此确定呢？四师傅，吴应奇和他爹吴三桂不同，他是个人品端方、有胆有识的谦谦君子。人品端方、有胆有识，还谦谦君子。千莹，你对吴三桂的儿子评价挺高的。我说的都是实话。三师傅，其实樊师姐也没说错，这个吴应奇确实是温文尔雅、多才多艺，而且他一路上特别体恤下人，履行善事，而且面对强敌的时候也没有表现出什么懦弱畏惧。其实，说真的，如果他不是吴三桂的儿子，弟子我也是真想和他结交的。哼，有其父必有其子，吴三桂这种大汉奸，怎么可能教得出这么好的儿子？倩影啊，画虎画皮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你爹说的对，你千万不要被吴应奇那个小子的外表给骗了。爹，在你眼里，女儿就是如此糊涂无用之人吗？你根本就没见过吴应奇。我和叶师弟已经跟他相处整整3个月了，如果换作是易欢的话，你也会这么不相信他的判断吗？倩影，你爹不是这个意思，他只是想提醒你。易欢虽然生性贪玩，不求上进，可是他天资聪颖，绝不会那么容易被敌人的假象给迷惑的。是，易欢什么都比我好，我这个女儿什么都不如易欢。可是爹，你别忘了，我才是你的亲生女儿，易欢的亲爹是大师傅晋王。倩影，师姐，倩影。这孩子，你以后跟女儿说话就不能温和一点吗？难怪女儿怪你偏心。既然倩影和默生都觉得吴应奇不可能从中做手脚，那只剩下一种可能，那就是吴应奇一开始护送的金钥匙就是一把假的。也就是说，真的金钥匙还在吴三桂的手中。没错，吴三桂在朝廷中也广布眼线，他很可能也从鳌拜那里得到了金钥匙的秘密。所以，当朝廷要他上缴永历帝遗物时，他很可能留了个心，把真的金钥匙留了下来，而让吴应奇护送一把假的金钥匙进京。既然金钥匙是假的，那他又何必把它追回来呢？还铤而走险，把山西总兵舒建给杀了。也许他是怕清廷知道金钥匙被调了包，康熙会追问他的欺君之罪，所以他派杀手假扮盗贼，盗走了那把假的金钥匙。舒建命大，虽然受了重伤，但他没有当场毙命，所以他又派石青红去杀人灭口。但他万没有想到，山西巡抚刘德昭也想杀舒建灭口，还派出了义成。义成撞破了石青红要杀舒建的真相，反而让康熙知道了劫杀舒建的是他吴三桂。四师傅、五师傅说的都很有道理。康熙表面上维护吴三桂，其实心里对他很是猜疑。我觉得这倒是我们的一个绝佳的好机会。太子，如今你跟奕欢还有倾城已经完全取得了康熙的信任，你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继续潜伏在紫禁城中，查出鳌拜安插在我们明珠谷的内奸，找到真正的铜匣。好，铜匣是在宫里找到的，也是在宫里被调包的，我们只能继续留在宫里。义父，我会尽最大的努力，找出真的铜匣，查出内奸。默生，吴应奇不是邀请你跟倩影一起去云南吗？真的金钥匙一定还在吴三桂的手中，你就顺势答应他，跟他一块去云南。大师傅，你能不能换个人去啊？为什么要换人呢？你跟倩影搭档的不是很好吗？如果现在突然换人的话，难免吴应奇会起疑心的。这个，弟子上次练功的时候不小心走火入魔受了伤，我想在京城多待几日，等养好了伤再去执行任务。走火入魔。来，
默生的确曾走火入魔，伤及内脏，至今未愈。而且默生的肝气郁结，脏腑之中有一股抑郁之气。默生，你到底有什么心事？为什么好端端的练功时会走火入魔呢？弟子只是不小心受的伤，并无大碍的。来，默生，让爹看看。来。你干嘛打孩子呀？爹，三师傅都说了我已经走火入魔受了伤，你为什么还要打我？给我闭嘴！你怎么想的我不清楚吗？你必须跟钱颖去云南啊！想借机在京城待着，门都没有。四师傅，叶师弟内伤未愈，想要留在京城也是情有可原的。太子，你别替他求情，他心里藏着大逆不道的心思，我要把他打醒。明章，四师傅，叶师弟的心病我知道，这是我们师兄弟之间的事情，就交给我们自己解决吧。